講起張衛健，大部分人腦海入面即刻彈出嘅，一定係嗰個光頭、古靈精怪、笑到見牙唔見眼嘅形象。由老友鬼鬼嘅上天堂，到西遊記嘅孫悟空，再到小寶與康熙嘅韋小寶，佢帶俾幾代人無數歡笑。但邊個又會諗到，呢個喺鏡頭前永遠笑面迎人嘅男人，佢嘅人生劇本竟然係由一場又一場嘅苦難寫成嘅。1965年，張衛健出世喺九龍紅磡一個普通家庭。佢老豆係船員，長年出海，一年到頭返屋企3個月。照理話，老豆返嚟應該係一家人最開心嘅時刻，但對張衛健三兄弟嚟講，呢3個月恰恰係噩夢嘅開始。佢老豆患有狂躁症，同時有嚴重嘅暴力傾向，返到屋企就係攞老婆同3個仔嚟出氣。張衛健回憶，老豆打起上嚟好似功夫片咁，佢會掟三兄弟到沙發，然後撲上去一直打，打到唞唔到氣。佢形容嗰種感覺根本唔係老豆教仔，而係此刻幫犯咗錯被家法伺候。老豆打人完全冇道理可言。張衛健數學一向唔好，有次好努力，終於考到60分，滿心歡喜攞成績表返屋企報喜，點知換嚟嘅係一記響亮嘅耳光，個頭仲要撞到電梯牆上。細佬唔小心着錯鞋，老豆又即刻大發雷霆，取消晒所有家庭活動。更離譜嘅係，有次張衛健對住街上一架靚車吹口哨，返到屋企就被老豆打到幾乎窒息，只因覺得吹口哨係流氓行為。打完仔之後，呢個男人仲會攞部相機影低佢哋身上嘅傷痕。呢種行為令人懷疑佢到底係一個老豆，定係一個心理變態嘅虐待狂。母親被打亦係家常便飯。屋企經常出現嘅場面係一個細佬攬住阿媽保護佢，另一個細佬捉住老豆，張衛健就負責報警。呢個畫面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重演一次。童年嘅張衛健每日都要睇老豆頭，擔心佢幾時會發脾氣喐手。為咗減少挨打，佢好早就學會察言觀色，主動認錯求饒，結果反而成為屋企3個細路入面挨打最少嗰個。佢自嘲識得服軟，先至保住條命仔。張衛健14歲嗰年，老豆終於因為外遇拋棄咗佢哋母子4人。老豆離家嗰晚，張衛健望住佢嘅背影，第一反應唔係傷心，而係覺得好輕鬆。母親將3個仔叫入房，話佢哋可以自己選擇跟邊個。3個仔毫不猶豫，全部揀咗阿媽。為咗養活細佬同阿媽，張衛健17歲就輟學打工，送外賣、搬貨，一日打3份工，最苦嗰陣連飯都冇錢食。打工期間，張衛健喺一間雜誌社做幫工。有一日，佢無意中喺雜誌社嘅電話簿入面見到偶像張國榮嘅電話號碼，懷住激動嘅心情，張衛健鼓起勇氣打過去，但係電話一通，佢就緊張到唔敢出聲，即刻收咗線。試過幾次之後，有一次對面終於有人接起電話，張衛健話：我揾張國榮。對面答：我就係啦。於是兩個人開始咗一場長達40分鐘嘅對話。張衛健將自己嘅遭遇、困境全部向呢位素未謀面嘅巨星傾訴。張國榮冇不耐煩，反而耐心聆聽，最後仲話會幫佢揾出路。後來張衛健被餐廳炒咗，張國榮得知後真係介紹行內人俾佢認識，幫佢創造工作機會。呢個素未謀面嘅電話改變咗張衛健嘅一生。1984年，得到張國榮鼓勵嘅張衛健第3次參加 TVB 新秀歌唱大賽，憑一曲《戀愛交叉》奪得金獎同最突出台風獎。但喺頒獎禮上，主持人問佢：張國榮係你咩人？張衛健怕醜咁答：表哥。呢個表哥嘅講法令佢備受質疑。傳媒認為佢靠裙帶關係獲獎，批評佢只會模仿張國榮。後來張國榮胞姐張陸平親自澄清，張衛健唔係我表弟。真相大白，但張衛健已經憑住呢個冠軍踏入娛樂圈。可惜冠軍光環並冇為佢帶嚟坦途。簽咗 TVB 之後，佢由龍套做起，
一做就係8年。嗰8年，佢睇住第4屆嘅杜德偉、第5屆嘅黎明、許志安、蘇永康一個一個彈起，自己仲係原地踏步。最慘嘅係，佢試過連飯錢都冇，要喺餐廳賒數。直到1991年，張衛健終於憑《老友鬼鬼》一劇爆紅，創下 TVB 高收視。佢自創嘅醒字派成為全港潮語，人氣飆升後，佢出唱片、拍電影，風頭一時無兩。1992年，佢推出首張個人粵語專輯《真真假假》，唱片大賣兼登上排行榜冠軍。可惜好景不長，由於曝光率太高，觀眾開始審美疲勞，電影票房同唱片銷量都大幅下滑。1994年開始，佢幾乎冇公開，坐冷板凳。1995年，張衛健轉戰台灣發展，推出國語專輯後極速走紅，更入選台灣10大偶像。同屆時仲有劉德華、張學友、周華健、王傑等天王級人馬。1996年，佢獲邀回巢 TVB 主演台慶劇《西遊記》，飾演孫悟空。劇集播出後破晒收視紀錄。TVB 憑呢套劇賺咗超過4.5億港幣，但張衛健嘅片酬只得9萬蚊。拍續集時，張衛健希望加片酬，點知 TVB 唔單止拒絕，仲有人當眾羞辱佢：你面上冇毛，就1毫子都唔值。呢句話激到張衛健剃光頭，發誓要證明俾全世界睇，一個男人冇頭髮一樣可以有魅力、有本事。結果張衛健遭到 TVB 封殺，孫悟空一角由陳浩民頂上。90年代末，張衛健將積蓄投資房地產，諗住可以提早退休。點知遇上亞洲金融風暴，佢嘅投資全部打水漂，身家蒸發咗99%，存款只夠捱多1個月，連銀行嘅貸款都還唔起，幾乎要宣布破產。嗰陣時腦筋一片空白，我已經準備宣布破產。張衛健回憶，佢連自己住嘅樓都要抵押俾銀行，買衫、搭的士都變成生活負擔。正當佢走投無路之際，佢主演嘅少年英雄方世玉喺兩岸三地刮起收視狂潮，令佢重拾聲勢。更幸運嘅係，佢得到劉德華賞識簽約。張衛健對劉德華講：好啊，但我就嚟爆煲啦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守住間屋？劉德華二話不說，即刻開支票幫佢渡過難關。劉德華嗰句學到嘅就教人，賺到嘅就俾人，張衛健記足一世。進入2000年，張衛健主演嘅小寶與康熙同樣喺兩岸三地爆紅，佢飾演嘅韋小寶深入民心，更獲得金鐘獎連續劇類最佳男主角提名。之後嘅少年張三豐、機靈小不懂、小魚兒與花無缺等作品，部部都係經典。張衛健後生時渴望組織自己嘅家庭，但童年陰影令佢對婚姻有恐懼。直到2004年，佢同拍拖多年嘅內地演員張倩結婚。2009年同2011年再補辦2次婚禮，3次婚禮都係同一個新娘，成為圈中佳話。可惜天意弄人，2008年張倩懷孕8個月時意外流產，夫妻倆深受打擊。張倩更因此患上抑鬱症，張衛健放下所有工作陪伴妻子，幫佢走出陰霾。當時佢喺片場拍攝電影奪標，雖然盡量唔表現出自己嘅痛苦，但我知道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我嘅工作。之後有傳張倩再度懷孕又流產，但張衛健2018年接受訪問時澄清，第2次流產係假嘅，可能係佢中意着寬身衫啫。最終夫妻倆決定唔再強求做父母。2004年拍攝小魚兒與花無缺期間，張衛健同謝霆鋒喺一場鞭屍戲份中，飾演江別學嘅演員黃百超被打至重傷入院。黃百超控告2人假戲真做，蓄意傷害，事件鬧上法庭。最後張衛健同謝霆鋒親自到醫院道歉，黃百超先至接受和解。雖然事件平息，但對張衛健嘅事業造成咗重大打擊，加上太太流產等家事，佢逐漸淡出幕前。近年張衛健經歷咗阿媽差啲浸親、細佬張慧儀過身等變故之後，以體淡名利，
進入半退休狀態，多啲時間陪媽媽同太太。佢同張善長期分隔兩地，佢留港照顧母親，太太住北京，但佢哋約定分開時間唔超過1個月。回首半生，張衛健由被老豆打到唞唔到氣嘅細路，到酒吧駐唱，再到三起三落，幾乎破產嘅巨星，佢將生活塞俾佢嘅一副爛牌，打出咗王炸嘅效果。有人問佢恨唔恨老豆，佢搖搖頭，媽媽教落，憎一個人就係攞人哋嘅錯嚟懲罰自己。佢選擇寬恕父親，感激佢迫使自己提早面對社會，養出一身厚皮同天不怕地不怕嘅性格。呢個故事嘅主角用佢嘅一生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強大唔係永遠企喺高山之巔，而係跌落谷底之後依然有重新企起身嘅勇氣同睇淡風雲嘅魄力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